讲到绿德啊，是这台南关庙三宝之一，受到今年低温的影响呢，地区这搁再加上无落雨，地区这产期是延后到呾才来大出。农民表示讲，今年这绿德啊笋呢是有行情，毋过无产量。关庙的果菜生产合作社也讲，产地批发价一斤要到100块，是这15年来上介悬的价数。 一套套农民甲拄挂起来绿地笋，再来果菜生产合作社交会，经过几年后2、3月就陆续采收。不过今年因为迄阵天气寒，佮加上南部雨水少，拢落伫北部，造成关庙绿地笋产量减少，产期嘛延后。最近绿地笋才开始大出。拢一直寒啊，寒啊，这拢无落雨啦。今年真正足歹种。无像你靠地下水、靠溪沟仔水、架起的水，因无够。 因未到遐就对了。因未到遐，嘿，迄个量无够啦。那个你要雨水顶悬压落来更较好，雨水是天然的。关庙果菜生产合作社讲，因为伫5月节正前，一天会使收到1万桶斤的绿地笋。那今年以顶礼拜来看，才干那5000斤尔，减1/3。嘛因为出货量无出来，地区计销价较悬，大盘这站啊一斤有到70至90块，产地批发均价每台斤嘛有买我100块，创下近15年来同期上悬的纪录。即摆有豆豆咧落啦，差不多即摆落哩差不多70左右，顶礼拜阁有80、90。 顶礼拜的价小个为咧浮动较大，批发价我上水的，因为咱会分班啦，上水的搁伫100。往年阮每一档是差不多伫咧5月中旬就开始收购，但是今年因为雨水欠缺，所以阮今年预计是伫咧6月4号，差不多6月4号个月开始。经过了解，目前北部绿地笋等咧出，这嘛加减影响南部的计销，针对有行情无产量，农民真无奈。即阵农村人口高龄化，佮加上种绿地笋真够工，地区种的面积逐当咧减少。目前关庙全区面积剩614公顷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